肉。你要去吃火锅会捞一下那个猪肉，怎么了吗？不对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，但我觉得你很荒唐。最大声的是写什么？不能写。大家好，我係恐龍偶像8年年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人。遊戲規則：答題節目組本大家可以同客家時本內邊攤看下幾個用巴拉語詞，並從一題就第一分到底馬上就係基本一個行業愛最熟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学的客家字呢，你们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吗？跟动物。第一句，猪腳燒，屁嘞！我不相信。这么快，街掃。哦可以了。好了，圣迪达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来1、2、3，嘿嘿，喂猪。捞猪肉。你要去吃火锅会捞一下那个猪肉，怎么了吗？不对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，但我觉得你很荒唐。最大声的是写什么？不能写竹节虫，还笑人。但我后来觉得是竹扫把。它是一个动作，你们形容一下那个画面，喂猪吃东西啊，喂猪。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让你觉得他们在干嘛。好，1、2、3。在一个餐桌上，大家一直抢菜，很像猪，这样吃掉，那猪就会围过去，这样吃啊，所以大概意思。所以恐龙偶像吃饭猪接勺。还会。我觉得感觉就是一直跟人家要吃的东西的那种人吧。形容一个人喜欢插嘴，插嘴这个意思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是有很多小猪，然后大家一直在接着那个勺子，大家一直抢，就是有插嘴的感觉。哦。助酱手，猪脚手。好，接下来第2题，猪头面，对啊，可是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猪的面啊，猪脚面线就是一。种面啊，猪脚面啊。骂人家猪头。算是形容人的样貌，知道了啦。形容他怎么样，猪头。跟表情有关系。啊？太简单了。是啦，蛮简单的。猪不是最爱讲的很的哥吗？猪哥就是色的人啊。哦。我跟你写一样啊。直接就是猜他是说他很胖，吃很胖。那我们这一题有一个提示，这个梗是出现在多年前一个8点档戏剧的梗。捏爆橘子。呀，好，好了，很生气。一定是都一样哎。结果我们全错吗？好啦，全对。出道了。就是形容人生气，然后猪头面就是脸红红的，气到脸生气涨红的样子。猪头面，猪头面。下来一个动物是蛇。六头傻，这广东话来的，说真的。 Oh my god, you serious？我们会有这个形容词。所以是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？这个人墙头草，你也是吗？我也是。我们一起得，结果是他得分。哎，应该是我们互捅吧？刺客好吗？像。我知道了， 007刺到我就有感觉了。枪。那为什么可以3把刀？是因为要我们自相残杀。我是写说到处讲人家坏话的那种人，多面呐这样子，可是跟双面人好像有点差像。不多啊。好，公布正确解答是形容一个人心狠手辣， 10分很阴险。阴险。两头杀，两头杀。好，所以我们剩下最后一题了，好好把握。抽喉筋，秋秋干。这有一个气势，有一个气势。一个动作。正解。已经得到了。引翻版，发疯，一个人发疯。打人。我觉得我很可怕，陀螺，陀螺。就是打陀螺，他有一个气势，把绳子这样。抽屁啦！嘿，我知道答案对呀了，我刚刚想到了啦，打小孩。抽人辫子，一定是小猴子常常被形容为小孩，我从小就被叫猴子，因为我很皮，所以我就突然觉得我的猴筋应该是会被大人抽。
好正确哦！我觉得我们两个答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要公布解答，因为它有一个关键字叫找做错事的人算账。好，比如说他不小心把档案删掉了，我们要重录，就会被抽喉筋。他还会被跺脚筋哦，他各种筋都会被抽出来哦。手喉筋，手喉筋。汉语开就是点熟熟，上爱讲话是录录语，天出爱看汉语版上书啊，汉语版上书。大家好，我係春餐哥，大自然萬物都係恩嘅欣賞。恩學會地圖啊，要遷到到同物有關嘅詞彙，咁用呢啲詞彙啊，來講言來用前後用。常見啲我講嘅嗰啲乜嘅豬啊、沙哥啊、牛、馬、猴呢啲。都係因平常時啊，時常看得到嘅動物，唔是講緊很多。因一隻來看，第一隻我講嘅係豬頭面，係嗰是未盲人豬頭哦，豬頭面啊！你想啊，嗰成年啊，學阿嚟試的，時常冇樣，要搶豬頭面麼？所以啊。個豬頭面嘅意思啊，成日我阿嚟試的嗰種嘅牽刀啊，嗰就按到豬頭面啦。你比如講，跟係不樣啊，很多嘅案例啊，我下班嘅時間啦，一轉到屋企，其實叫佢隻豬頭面不愛看，實在等於鬧我。豬頭面，雖然啦，我唔會通牙都是白牙，唔會豬頭面，不過。嗰係講我講過嘅時節啦，就因豬腳熟啊，我是咪博阿都豬腳熟，講到了豬腳熟啊，裝下人屋下有豬欄嘅啊，其實有經驗啦。嗰切家屋下有學豬愛強豬嘅時節啦，為了嗰飼料啊，叫嘅都嗰通毒病人，還是看到豬欄嘅為了用腳熟啊，攞嗰飼料繞起來，愛病到豬到地都本豬血，嗰青豆豬啊。你盲病落個豬豆毒啊，個在時來食個上個地毒嘅飼料啊，嗰是按到豬腳熟啊。係咩？當場我同佢講過嘅時間，辦理辦產嘅時間是用嚟插嘴，所以咧豬腳熟嘅意思係講嘢啊插嘴啊，個係講都到要個豬腳熟後插嘴嘅啦。你是做咧愛用乜嘢？個講話冇豬腳熟好麼？前冇禮貌呢？豬腳熟，撒下來講嘅係兩條沙，乜嘅係兩條沙呢？做起人嚟幹嘢啊，一看到嘅兩條沙啊，梗係當冇吉祥嘅事情啊。談講嗬，看到兩條沙嘅人啊，冇兩嘅視為事體啦。所以你想，嗰兩條沙按托啊，按外線啊，本人命當嚟啊，所以當陰險、當外線嘅人啊。因此老幾講係兩條沙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老人冇人冇手，馬沙會用刀，我暗算我看係咩小李飛刀，一種香水味，我可能啲係馬沙啦。暗算嗌咧，也暗算嗌嘅人啊，天出當陰險，天出係兩條沙，兩條沙。撒下來嚟講嘅係手後筋，乜解按到手後筋呢？係簽計做唔出事情嘅人算賬，也擺我有機會咧嗬，哈哈哈哈！跳下暗算嗌嘅人啊，係講乜沙到啊！喺天出嚟撈結手後筋，手後筋，你哋要坐下來嗬。點解愛做乜嘅嗬？唔係擦，我愛去手人嘅後筋咧長來了。基本嘅六樣嘅東西全部唔見起來，這才是豬頭面哦。江老師除愛手愛後筋。我現在就達成你的願望。